新北市土城镇家厝发生火灾，消防局也讲是锂电池爆炸导火。事实上，锂电池伫咱生活当中真侪三 C 产品内面拢有。消防署也建议讲，莫伫咧眠床顶头使用，困的时阵也唔通充电。环境若准湿温度悬的时阵也唔通使用。若准这电池烧烫烫有膨鼓的情形，就要随停止充电。万不一爆炸导火烧，就要赶紧拍火。徛过头前有封锁线，土城这场大火了后，厝内是变甲密密麻麻。案发的厝主一家伙仔是咧做园艺工课，这摆发生火灾，意思就是因烤草得用的热力机内面装的锂电池造成的。原因不是花草草要修剪嘛，不是背在后面。背在后面的时候要修花剪花的那个。听当事人他女儿是说，大概他们可能睡前12点多才去充电嘛。锂电池的用途是真宽，园艺设备会当用以外，各种电子产品嘛拢有得用，但是引发的灾害过去嘛拢一直有。对手机啊、平板、智慧手表啊，到电动脚踏车等等，拢捌发生锂电池的火灾。敢若最近5年，这种火灾就有435件，房间、客厅大多数拢是导火点，造成9死105个人受伤。你的电池是非常热的，那个情形，我们是建议你应该要暂停使用，不然过热的话，它有可能就是会造成热失控而烧起来。消防署提醒讲，产品有问题，还是使用的方式唔对，亲像放伫咧眠床顶咧充电，把电拢用到底啊，才咧充电等等，还是当时弄着，都是过去造成火灾三大常常看到的主因。若是讲拄到锂电池忽然间是导火爆炸，第一时间家己到底要安怎处理咧？我会建议你用灭火器，但是它有可能复燃，那你要用大量的水去跟它冷却。到底锂电池要安怎充电才安全？消防署建议讲，爱放伫目睭看会到的所在，莫伫困的时阵充电。高温较湿的环境，嘛是充电真无好的地点。若看到电池变真小，是放起来，尤其是警讯。锂电池的应用愈来愈普遍，平常时做好防护，若拄到意外，用到方法就会当避免灾害扩大。记者综合报道。